过来看日本消息，第9届国家文艺奖得主、台湾有名的编舞家林立珍，伊的作品融合台湾在地文化同祭典特色。2009年推出第一计划9年的作品《讲的是代替灵魂的神话》，伊对台湾出发，去到世界各地巡回表演，受到一定大的成熟同肯定咯。经过5年，舞者同规个戏强下成长，因为100多种来台湾，9月19到21个月为替国家戏表演，为带来韩国强、韩国有生命经验的感。汤顶路上一条跳舞的人，过阵时望定搭座，天天内行到东岸去，用舞嘅舞童跳场，一路里来跳顶归游嘅舞铺，斜斜嘅开到天涯河，和天天内带上吟唱，爱同生命起伏。编舞者林立珍跟没想到的东西，过起考嘅夹到舞头度空，跟这个环境相处，然后也会有人跟人之间的感情的纠葛或什么的。那所以我觉得这5、6年里面，在我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，它都会在我跳舞的时候，它都会被折射出来。林老师的舞是最后是你在你的生命中碰到你最想要遇到的灵魂，而不是你的身体在跟那个小角色跳舞，是那个灵魂在你的语汇里面跟老师的灵魂结合在一起。代表太体嘅金梦无穿，有灵魂嘅16呢，还有2点3岁美化嘅布条，踏出一个归有生命力嘅舞台。现在有好好保养，一条陶器都系对5年前演出一次用到今，也好总算回到人的故乡，就系台湾一笪土地。不管是客家，或者是原住民，或者是汉文化，它都一直在滋润着我。因为你在这块土地上，你接触的就是这些，它一定会滋润你。你只要倾听，就要倾听它。经过5年，韩国按到国家跟超越的无相同的族群文化，回到生命的本质。韩国2014年的讲，为台湾观众看到舞者跳到越来越赞美舞谱，归有感情的演出。韩国人准备表演的歌场，设计详细表演出来，跳一摆推出促成设计，大半一条内容，观众同舞者触摸起理，和增加大家的感情。客家新闻番茄上陈欣怡特别报道。